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三餐四季，我係阿晴。你哋有冇試過喺屋企想整返隻白切雞招呼人，點知一出鑊雞皮又腍又爛，一夾就散，完全冇嗰種爽脆口感。最慘係瀨雞胸肉，又柴又膩，咬落去好似食緊柴皮，攝晒牙啦，要一路食一路飲水吞。再講嗰啲骨髓，斬開一睇，紅卜卜仲滯緊血水，食又唔敢食，再浸多兩下又驚過晒火，搞到成隻雞蛋麻木，一啲味都冇。辛辛苦苦整半日，結果冇人欣賞，真係好熱氣。阿晴話你知，你一直都係用錯方法，白切雞絕對唔係就咁掉落滾水浸熟咁簡單。今日阿晴就同你分享酒樓大廚嘅獨門秘技，三浸三提，蝦眼水慢浸，冰水過冷河嘅黃金組合。跟住阿晴做，我包保你浸出嚟嘅白切雞皮爽肉滑，雞皮同雞肉之間仲會有一層晶瑯剔透嘅水晶凍，連最難搞嘅雞胸肉都滑過豆腐。想知點樣做到？記得睇到最尾，仲要幫阿晴點讚同訂閱埋三餐四季，撳埋個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之後嘅廚房秘笈啦。要整一碟驚為天人嘅白切雞，首先你要識得揀雞。你行入街市雞檔，千祈唔好求其指住一隻就叫師傅幫你送。阿晴話你知，白切雞嘅最佳主角一定係生黃雞或者清遠雞。點解？因為呢兩種雞嘅肉質夠嫩，脂肪分布均勻，雞味濃郁，最啱用嚟白切。你買嗰陣要留意，一隻靚嘅白切雞體重大約喺2斤半至3斤之間。如果太細隻，肉質冇雞味，食落唔夠過癮；如果太重，肉質就會太老，浸出嚟會膩。你仲要睇下雞皮，靚嘅雞皮應該係米黃色，毛孔細緻，有光澤。仲有一個小貼士，就係睇下雞嘅腳爪，新鮮嘅雞腳爪係濕潤有彈性嘅。如果腳爪乾爭爭，就代表唔新鮮，千祈唔好要。買到隻靚雞返嚟，第一件事就係要幫佢做個全身清潔。好多街坊以為雞檔師傅已經幫你送好晒，返到屋企沖水就搞得掂。阿晴話你知，絕對唔得，你一定要自己再處理一次。確毫毫冇任何腥味嘅來源。你將雞腹鬆開，用手將入面殘餘嘅內臟、脂肪同血塊全部黐走，尤其係黐住脊骨嗰啲淤血，一定要清得乾乾淨淨。仲有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嘅位置，就係雞屁股有兩笪黃色嘅油線，你一定要用黑剪剪走佢。呢兩笪嘢係雞官味嘅主要來源，你唔剪走佢，成煲湯底都會變味。清潔好之後，就係阿晴原創嘅預入味第一招。粗鹽擦糠，呢個步驟可以令到雞肉內部有淡淡嘅底味，但又唔會影響雞皮嘅爽脆。你準備少許粗鹽同埋少少米酒，將佢哋混合之後，均勻咁湯抹喺雞腹嘅內壁。你記住，千祈唔好將鹽抹喺雞皮嘅外表，因為鹽會抽走雞皮嘅水分，令到雞皮喺浸嘅過程中容易破裂，賣相就唔靚㗎喇。你只係喺入面抹，等啲鹽同酒慢慢潛入雞肉嘅重圍入面。咁樣浸出嚟嘅雞就會由內到外散發出一種自然嘅鹹鮮味，完全唔使靠後期嘅蘸料嚟遮醜。呢個步驟大約炒佢15分鐘就夠，跟住落嚟就要準備浸雞嘅湯底。阿晴嘅做法同好多師傅唔同，阿晴唔主張落太多香料，因為白切雞食嘅係雞嘅原味，香料只係配角。千祈唔好喧賓奪主，你準備一隻大煲，注入足夠嘅清水，水嘅分量一定要多，要確毫好可以完全浸過成隻雞。跟住放入幾大片厚身嘅薑片，幾條打成結嘅蔥，仲有大約10粒8粒沙洋，同埋2殼岑興花雕酒，就係咁簡單，唔使落八角桂皮呢啲濃味嘅香料。你將湯底用大火煲滾，等啲元蔥同沙洋嘅香味慢慢釋放出嚟。呢個湯底就會變得非常清香。湯底煲滾之後，你就將火較到最細，等啲水保持住微滾嘅狀態。跟住就嚟到阿晴原創嘅第一招三浸三提。呢個步驟係酒樓大廚先至會做嘅秘技，你一定要睇實。你用手揸住雞頭或者雞頸嘅位置，將成隻雞慢慢放入熱水入面，記住要成隻浸晒落去，但只係浸大約5至10秒。就要即刻將佢提高離開水面。你提高嘅時候，會見到雞腹入面嘅凍水咕啷咕啷咁流出嚟。跟住你又再將隻雞浸返入熱水入面，今次可以浸耐少少，大約10至15秒。然後又再提高呢個浸入提起倒水嘅動作，你要重複做3次。點解要咁做？呢個就係大學問啦。因為雞隻嘅內部係凍嘅，如果你就咁將佢掉落滾水，
外表嘅雞皮會即刻煮熟收縮，但入面嘅雞肉仲係凍嘅，咁樣就會造成內外溫差太大，導致雞皮容易破裂，而且雞肉嘅熟度會唔均勻。你透過三浸三提，等熱水慢慢洗入雞腔入面，將入面嘅凍水換晒做熱水，令到雞腔內外嘅溫度達到平衡。咁樣之後再浸，雞肉嘅每個部分先至會均勻咁熟透。雞皮亦都會因為呢個慢慢受熱嘅過程而變得更加緊緻有彈性。呢個步驟就係你隻白切雞成功嘅第一步。完成咗三浸三提之後，跟住落嚟就係成個白切雞嘅靈魂所在——蝦眼水慢浸法。阿晴要你記住一個終極鐵則：白切雞係浸熟，而唔係煮熟。煮係用大火將食物由生變熟，但呢個過程會令肉質嘅水分大量流失，食落就會又柴又膩。而浸係利用水嘅餘溫，慢慢將食物焗熟，咁樣先可以鎖住肉汁，保持肉質嘅嫩滑。你將經過3次浸提嘅雞完全放入熱水入面，跟住冚實個煲蓋，將爐火調到最細最細，甚至你可以直接熄火，靠湯底本身嘅餘溫去浸熟隻雞。你要留意水嘅狀態，正宗嘅蝦眼水係指水面只係微微喐動，落鼻底間中會冒出幾粒好似蝦眼咁細小嘅氣泡，而絕對唔可以係大滾嘅狀態。如果水大滾，雞肉就會變膩，雞皮亦都會爛。就係呢種將滾未滾嘅微火狀態，先至可以浸出一隻皮爽肉滑嘅白切雞。浸嘅時間要睇你隻雞嘅大細，一般嚟講，一隻2斤半至3斤嘅雞，用呢個蝦眼水慢浸法，大約需要20至25分鐘。你如果唔肯定隻雞熟唔熟，阿晴教你有個好簡單嘅測試方法，用一支竹籠插入雞皮最厚肉嘅位置，然後拔返出嚟。如果你見到流出嚟嘅汁液係清澈透明，冇血水嘅，就代表隻雞已經啱啱好熟透，可以出鍋啦。如果仲見到有血水，就蓋返蓋，再浸多2-3分鐘，再試呢個步驟。就係阿晴原創嘅第2招冰水冷擊。你將浸好嘅雞用筷子或者撈機小心咁從煲入面撈起，即刻放入你預先準備好嘅一盆極度冰冷嘅冰水入面。呢盆冰水最好係加咗大量冰塊，仲要落少少鹽同幾片芫，咁樣可以令到雞肉更加爽口。你會聽到炸一聲巨響，跟住見到成盆水冒起一陣白煙，呢個就係熱冷冷縮嘅極致表現。滾熱嘅雞皮突然遇到極凍嘅冰水，表面會極速收縮，令到雞皮嘅膨圍組織變得極度緊緻，口感因而變得非常爽脆彈牙。而更重要嘅係，雞皮同雞肉之間嗰層豐富嘅皮下膠原蛋白，會喺呢個極速降溫嘅過程入面，瞬間凝固成一層半透明、晶瑩剔透嘅水晶凍，即係酒樓師傅所講嘅雞凝脂。呢層水晶凍就係白切雞嘅精華所在，食落去既滑溜又甘香，係一隻頂級白切雞嘅標誌。你將隻雞浸喺冰水入面，大約10至15分鐘，直至佢完全凍晒就可以撈起。將隻雞從冰水撈起之後，你要用乾淨嘅廚房紙將佢表面嘅水分輕輕索乾，跟住你要喺雞皮表面均勻咁掃上一層熟花生油。呢個步驟有2個作用：第一，鎖住雞肉入面嘅水分，等佢唔會因為風乾而變膩；第二，令到雞皮嘅色澤更加金黃亮麗，望落去亮立立，賣相更加吸引。你掃完油之後，就將隻雞吊起或者放喺架上，等佢自然風乾大約10至15分鐘。呢個時候你千祈唔好心急斬件，一定要等佢完全攤凍，雞肉嘅桶圍定晒形，咁樣斬出嚟嘅雞件先至會整齊靚仔，肉質亦都唔會散開。斬雞絕對係一門學問，你隻雞浸得幾靚，如果斬得肉酸，都係功勞一甚。你首先要有把夠利嘅刀，如果把刀唔利，你一斬落去，啲雞皮就會俾你扯爛，碎骨橫飛，賣相就唔靚。阿晴教你一個口訣：手要定，眼要準，都要狠。你先將雞頸同雞頭斬開，然後將雞身平放，從雞背中間開邊，再將雞翼同雞皮切落嚟，最後先至將雞身斬成一件件大約2厘米厚嘅雞件。斬嘅時候要一刀落，乾脆利落，千祈唔好來回拉扯，咁樣先至可以確保好每件雞嘅切口平滑，雞皮完整，肉質唔會受損。你將斬好嘅雞件按照原本嘅形狀靚靚仔仔咁排返喺隻碟上面，呢個就係師傅所講嘅還原法。上色嘅時候就最體面。食白切雞如果冇一碟出色嘅蘸料，就等於冇咗靈魂。
阿晴今日一次過教大家整兩款正宗嘅廣東飼料。第一款係最經典嘅貢芎蓉，你將老貢去皮，磨成幼細嘅貢蓉，要揀老貢，因為佢嘅香味最濃郁。再將蔥白同蔥綠切成極細嘅蔥花，蔥嘅份量大約佔7成，貢蓉大約佔3成。將佢哋混合之後，加入適量嘅粗鹽同少少白糖提鮮，跟住你燒熱一殼花生油。要燒到起煙嘅程度，然後炸一聲淋落去紅松茸嗰度，滾油會瞬間逼出朗鬆嘅香氣，呢個就係廣東人最中意嘅鑊氣。第二款係沙皇醬油，你將幾粒沙皇拍碎，然後剁成極幼嘅末，將沙皇末放入碗中，加入適量嘅生抽，然後又係燒熱一殼滾油，淋落去沙皇醬油度，等滾油將沙皇嘅獨特香氣完全釋放。呢款飼料帶有一種清新嘅藥材香味，可以將雞肉嘅鮮甜提升到另一個層次。你準備好呢兩款飼料，等陣食嘅時候可以隨個人喜好蘸點，真係人間美味。好啦，經過一輪嘅努力，你嘅白切雞終於大功告成。你望下碟雞，雞皮金黃亮麗，油光閃閃，斬開嘅雞件可以清晰見到雞皮同雞肉之間夾住一層半透明、晶瑩剔透嘅水晶洞，非常誘人。你用筷子夾起一件雞胸肉，你會發現，就算係最厚肉嘅雞胸，肉質都顯得非常濕潤，完全冇乾柴嘅感覺。你將佢放入口，首先感受到嘅係雞皮嗰種極度爽脆嘅口感，咬落去嗦嗦聲，跟住就係嗰層水晶凍喺口腔入面慢慢融化，帶嚟一種甘香豐腴嘅感覺。最後就係嫩滑嘅雞肉，一啲都唔膩，仲要充滿住雞嘅鮮甜味，根本唔使點用力咬，就喺嘴裏面化開，骨髓嘅顏色係剛剛好嘅粉紅色，呢個就係浸熟而非煮熟嘅最佳證明。而家天氣熱辣辣，食返碟冰爽嘅白切雞，真係開胃又消滯。無論係家常便飯定係做節請客，呢碟白切雞都一定係全場嘅焦點，個個都會食到甜甜膩，問你點解可以整得咁好食？阿晴成日覺得最簡單嘅食材，用最恰當嘅方法，就可以做出最不平凡嘅味道。今日阿晴分享嘅白切雞秘訣，可以濃縮成一個簡單易記嘅5字口訣：選蹄浸擊站。選即係揀選2斤半至3斤嘅三黃雞或清遠雞，蹄就係3浸3蹄，平衡雞身內外溫差。浸就係用蝦眼微水慢浸20至25分鐘，擊即係冰水冷擊，令到雞皮爽脆，皮下形成水晶凍。斬就係風乾掃油後，嚟刀一刀斷骨斬件上碟。你記住呢5個字，以後浸白切雞就唔使再靠估包保次次都成功。好啦，今日阿晴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做法幫到你，記得幫阿晴呢條片點讚支持下。仲未訂閱三餐四季嘅朋友，快啲訂閱同開啟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阿晴之後同你分享嘅每一個廚房小知識啦。阿晴好想知你哋食白切雞嘅時候最中意食邊個部位？係雞皮雞翼定係阿晴最中意嘅雞胸肉？快啲喺下面留言話俾阿晴知，同大家一齊分享下你嘅口味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拜拜。